爸，哎，家里有这么2个女人，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哎呀，你爸最搞不定的就是这俩女人。你看我这还有事儿，得赶到研究所。哎，儿子，交给你个任务，看着他俩，别让他俩闹事儿。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快去啊，快点！不是爸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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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把麻烦事都推给我呀。哎呀，爸。姐，我跟你说2句，你别这样，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。我把她当亲妹妹，她可不这么认为。可是她也挺不容易的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寄住在我们家，才这么过分依赖老爸的。而且，我们的妈妈走了那么久，多亏有 Maggie 照顾老爸。咱有话好好说啊！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上去。别打架啊！哎，嘉玲，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要不要我介绍我的美容医师给你，提前预防一下呀？谢谢，我没兴趣当个人造美女，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。人造美女怎么了？照样你老爸爱我爱得要死。我爸只是可怜你，怕你饿死，才收留你而已。哼，我知道你是嫉妒我，因为你老爸现在最爱的人是我。我嫉妒你。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人都当我是公主，我现在还是个要什么有什么的大明星。你从头到脚，有哪一点值得我嫉妒的？啊，你全身上下都是假货，这点我还真是嫉妒你呢。我假？你比我更假吧？当年你出车祸毁容，不知道动了多少手术，才变回现在这个人样吧？你别以为你是明星我就怕你了。你再漂亮再出名，那个邝沐晨还不是照样甩了你？真是辛苦你了。沐晨他们每次过度使用力量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只能用我的血制造的虹魔之力，给他们补充能量，压制他们的魔性，维持这些年来的日常生活。邝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研制出你想要的那种克制魔性的血清，让你免受抽血的痛苦。徐教授，最近新出现的白瞳变异人，不知道跟你的研究有关系吗？邝兄何出此言呢？别误会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才想请教一下。哦，我想可能是殷昊天所为吧。还需要多提防才行。放心，有你跟沐晨坐镇，他们不敢乱来。那你先忙吧，我不打扰了。好，不送。这么说，五色石现在还很安全。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才知道五色石的下落。殷昊天他们为了得到五色石，控制了我老婆，害死了她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打算取出五色石，当做诱饵，引他们上钩。问题是石头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
墨尘，帮我一个忙。哟，大明星回来了。爸，嘉玲，这次的药准备好了吗？你身体的抗药性又增强了，我增加了药量，这样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保持得更久一点。每半个月就要做一次高浓度药浴，越来越痛苦了。爸，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。孩子，变异病毒提取液虽然能暂时维持你的美貌，但是相应的也会增加你身体内部的衰老。要想保持青春美丽，就要付出痛苦的代价。爸，干脆用这个 XT 病毒好了，一劳永逸，这样我就可以永葆青春美丽，再也不用担心变老了。孩子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刘敏叔叔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让我们看结婚照干嘛呀？别着急，我让你们看看这个。